大家好，我係奧巴，今日想同大家講寒戰嘅前傳《寒戰1994》。寒戰嘅第一、二集就好好口碑嘅，咁究竟呢一套前傳1994又好唔好睇呢？以下落嚟有劇透成分，如果大家未睇呢一套電影，可以睇完再返嚟睇我嘅影評，又或者如果你唔介意嘅話，喺片頭畫面返嚟，我哋就可以開始啦。首先都同大家講下呢套電影嘅故事大綱啦。電影係緊扣住寒戰嘅第一、二集。喺寒戰事件當中，由梁家輝飾演嘅李文斌喺1994同1995年發生嘅事件嚟嘅。喺1994年，香港回歸在即啦，警隊嘅政治部呢亦都即將解散。當時潘氏家族嘅妹夫由陳家樂飾演嘅黃家輝被綁架，而劉俊謙飾演嘅署任總警司李文斌呢，喺一次掃毒行動入邊就撞破咗呢一個嘅綁架案啦。由吳彥祖飾演嘅行動副處長蔡元琪，貌似呢係幫緊李文斌嘅，但係其實呢都有佢自己嘅陰謀。咁究竟李文斌喺上司、黑道、警方同英國 MI6 嘅幾方面勢力嘅圍剿底下，又點樣可以獲得一線生機呢？咁就留翻俾觀眾自己睇啦。由2012年嘅寒戰第一集到2016年嘅第二集，足足等咗10年時間先有寒戰嘅前傳呢一套1994，同埋今年內都會推出嘅1995，真係等到頸都長啊！寒戰1、2呢都有好好嘅口碑嘅，究竟呢一兩套前傳又可唔可以承傳到呢一個系列嘅強勢呢？首先都講下呢套電影好嘅地方先啦。電影嘅卡士陣容就相當強大啦，由當紅小生劉俊謙擔正主角做後生版嘅李文斌，靚仔吳彥祖演年青版嘅蔡元琪，亦都有資深演員謝君豪飾演潘氏家族第4代當家，仲有黃丹妮啊、廖子妤啊、周文健、白只等等，講都講唔晒嘅豪華演員名單啊！再有2位外國演員嚟到飾演英方嘅官員同埋 MI6 主管。喺演技方面呢，大部分人都不用置疑噶啦，更加有神級演技嘅謝君豪在陣，淨係入場睇演技都已經值回票價啦。寒戰1、2主要係講警隊內部權力同埋制度嘅抗衡啦。今次1994呢，更加結合埋黑勢力啦，同埋英國政治上嘅角力啊，將角力嘅層面呢進一步提升添。今套1994比起第一、第二集呢，有更加多嘅動作場面，有唔少嘅槍戰場面啊，亦都有電單車飛車嘅場面。雖然睇得出都係 CG 後製啦，但係都提供到緊張同埋刺激感嘅。因為都已經公佈咗今年內會推出埋下一集1995，所以有部分情節係留有伏筆嘅，又或者係未收尾，或者係未 connect 到去第一、2集。就好似第一集李文斌已經有個20幾歲嘅仔李家俊啦，但係1994年嘅李文斌呢都仲未有家室，咁大家都估1995年呢應該係會交代翻李家俊係如何出現㗎啦。咁我哋都估有機會呢係講佢係領養翻嚟居多嘅，咁所以呢都會令到觀眾對1995呢一套電影呢充滿期待嘅。咁睇下將而家有啲散亂嘅情節點樣收尾 connect 翻去寒戰第一集啦。跟住呢我就講下覺得冇咁好嘅地方啦。電影喺一開始就已經 PowerPoint 式咁樣介紹套電影嘅主要人物，其實我覺得咁樣呢就麻麻地嘅。一方面電影喺 connect 住寒戰第一、第二集嘅角色啦，已經不斷要回憶翻邊個係邊個嘅後生版咁，仲要一次過 present 多一紮嘅角色。喺觀眾未進入個故事嘅時候，你推一紮角色出嚟，其實呢都唔會令到觀眾有啲咩深刻印象嘅。與其 PowerPoint 式咁一次過 present 晒俾觀眾睇，倒不如喺故事入邊對角色多啲描寫，咁先能夠令到觀眾對個角色更加深刻嘅。劉俊謙飾演後生版嘅李文斌，好老實講呢，演技佢唔算令我眼前一亮嘅。最重要嘅係，我完全覺得佢唔似寒戰入邊嘅梁家輝啊，唔係講話個樣，而係成個人根本完全同寒戰第一、第二集嘅梁家輝呢，好似判若兩人咁樣，唔似得吳彥祖飾演蔡元琪，佢反而都似喺寒戰第二集嗰個蔡元琪咁老奸巨猾。但係今集1994嘅李文斌係一個熱血、有原則、好搏命，為咗破案連命仔都唔要嘅，誓要揾出真兇同埋幕後黑手嘅好警員嚟嘅。但係喺第一集嘅梁家輝就係一個好識得運用權力、識玩制度，恃住自己有一班跟開佢嘅忠實同僚撐腰，就恃勢凌人嘅副處長。我就唔係好 connect 到兩個角色啦。即管呢就要睇下下一集1995能唔能夠對李文斌呢個角色有更好嘅描寫，點解會有咁大嘅轉變呢？如果唔係呢一個角色會係呢兩集前傳呢最大嘅一個 bug 嚟嘅。電影嘅豪華演員名單，咁當然為咗睇明星嘅話呢就收足晒貨啦。但係有一啲嘅角色，例如高海寧啊、太保、莫文蔚、古天樂等等，只係出1、2個鏡頭、1、2句對白，咁又有冇需要揾粒星嚟到做咁大嘅配角呢？咁不如將啲 budget 放多啲喺其他地方度，會唔會更加好呢？咁唔知喺下一集1995呢啲角色會唔會再度出現多啲戲份啦？如果冇呢，呢度係有啲騎呢嘅。
電影入邊有一啲角色係比喻緊現實世界嘅一啲人物嘅，例如古天樂係後任嘅行政長官啦。咁大家都認得佢呢係模仿緊薯片叔叔曾俊華啊。廖子瑜飾演潘怡心，咁啊模仿緊龔如心啦。林家樂飾演被綁架嘅黃家輝，就係扮演緊龔如心嘅老公黃德輝啦。潘氏家族嘅華懋集團呢，亦都係比喻緊華懋集團啊。但係其實呢啲角色比喻緊現實世界嘅一啲人物喺呢套電影入邊，我就唔覺得有啲咩實際嘅作用啦。電影又唔係講緊現實世界嘅一啲發生過嘅事件，你話成個寒戰系列，包括第一集發生嘅衝鋒車消失事件，係取材於真實事件改編，咁可能呢就會有少少關聯啫。又或者好似之前嗰套金手指咁樣，直接就係對應翻現實世界一啲風雲人物，咁你咁樣嘅電影角色呢，就會有啲關聯啦，令到觀眾更加代入到成件事入邊。但係寒戰成個事件呢，都係虛構出嚟嘅，咁你今套電影 connect 住一啲現實世界嘅人物，其實又有啲咩作用呢？1994我係睇咗2次嘅，唔係因為我想二刷啊，係因為我自己睇咗1次，點知我老婆原來又想睇，所以陪佢睇多1次。喺我睇第1次嘅時候呢，老實講，我中間係瞌咗咗一段時間嘅，中段時間我覺得有少少慢嘅節奏啊，咁所以就唔小心瞌着咗。同埋我睇第1次之後嘅感覺呢，係覺得非常之亂嘅，因為入邊有太多角色啦，又有唔同嘅利害關係，再加上要不斷對應翻寒戰第1、第2集嘅角色，搞到我睇到頭都大埋，一邊睇呢，一邊要不斷思考，亦都令到我投入唔到電影入邊嘅。睇第2次係明顯會好好多嘅，因為開始會分得清唔同嘅角色啦，亦都可以了解多啲每個角色背後動機啊同埋利害關係，咁就冇咁混亂啦。但係製作團隊唔可能 expect 個個觀眾都會二刷入場噶嘛，咁我相信好多淨係睇咗1次嘅觀眾呢，都會有混亂嘅感覺存在嘅。而我覺得呢一套電影我最唔中意嘅地方呢，如果你當佢係一部純警匪片嚟睇，絕對係合格有餘嘅，有華麗嘅演員陣容啦，亦有唔少嘅動作場面。但係如果佢係寒戰1、2集嘅前傳呢，我就覺得被比下去啦。寒戰1、2最重要有口碑嘅原因就係佢唔同一般嘅警匪電影，佢係着重於警隊入邊嘅制度啊同埋官僚文化嘅角力，大部分呢都係文戲嚟嘅，但係因為各方勢力嘅互相拉扯，特別係郭富城同梁家輝兩個完全唔同處事方法嘅副處長嘅角力，令到雖然電影係文戲居多啊，但係都係營造到嗰種緊張氣氛，睇到觀眾呢都會熱血沸騰嘅。寒戰第1集同第2集呢都有短暫嘅槍戰場面，亦都做到錦上添花嘅效果。但係到咗1994呢一集呢，頭先所講佢呢一個系列嘅最大賣點呢，反而縮小咗，啲動作槍戰場面呢反而多咗好多，咁所以呢就會降格成為一套普通嘅警匪電影啦。但你又好難當佢一套獨立警匪電影去睇，因為不斷呢都會穿插一啲寒戰1、2嘅故事入去，所以出嚟嘅效果呢，我自己就唔係咁中意嘅。跟住我都講下觀後感啦。如果獨立講1994呢一套電影，咁我覺得呢係麻麻地嘅，起碼呢就冇寒戰1、2咁好睇噶啦。但係因為始終有一套1995嚟緊會上映啦，咁就要睇埋1995可唔可以收到個靚尾，咁就唔好玩爛呢一個嘅寒戰系列啦。咁啊就期待一下年尾上映嘅1995啦。咁我都為呢一套1994評一評分啦，我會俾7.5分嘅，屬於普通水準之作。要睇埋下一集呢，先可以睇下會唔會拉高翻少少分數啊？唔知大家有睇咗未呢？如果睇咗嘅話，都可以留言互相交流一下。中意我嘅片可以 like 我嘅片 ，subscribe 我 channel，share 俾朋友睇，撳埋個鐘仔，有新片就會彈俾大家睇噶啦。今日條片就去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